层雅静夜公车，沙路充满下，相爱结伴手捏发，故让盼起港。甲你堂过的两条歌曲是孟春凤，是邓雨贤老师非常经典的作品。今本日的演绎是强下用演绎客家话的版本，强下来练习，强下来染唱两条歌曲《孟春凤》。而从今本日的歌曲以前呢，演绎先来本手机痛一下啊，按用手机掌握片段哦，运动一下，暖身一下，做一点伸展操。我们来爬格子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我们的大拇指顶在我们的琴颈，顶在这里。那随时移动，比如说你觉得手指推不够出来，就把大拇指往下移一点点，好，这样子，就可以推出来。再来呢，看到我们的右手边的大拇指，平均的来拨我们的弦，用指腹的地方，指腹就在这个位置，好，这个位置来拨我们的弦。这声音才会漂亮，才会清亮。平均的拨它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大家有看到我们的上面的指板上面呢有亮亮的东西，这每一条这叫做琴眼。那每一个这个都是琴格。好，每一个都琴格，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做我们的暖身运动，爬格子啊。首先把食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一格，用右手用大拇指轻轻的拨第一弦，第一弦就是最下面这一条弦，下面数上来1、2、3、4弦，好，第一弦第一格，再来拨我们的第一弦第二格，用中指，接下来呢，用我们的无名指拨第一弦第三格，接着是小拇指拨第一弦第四格。好，轮着顺着来哈，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弹第二弦，第一格到第四格。接着第三弦的第一格到第四格。再来就是第四弦最上面的这一条弦哦，1到4。好，按用同奏多做几次。我们就可以获得暖身的效果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练习今天的新歌喽。今本日会学的歌曲是邓雨贤老师动又喵的歌曲《孟春凤》，我们客语的歌词的版本哦。那一样，在这首歌练习之前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今天会用到的和弦。首先，来和弦好朋友 C 和弦，记得无名指放在第一弦的第三格。好，顺势弹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呢 ，F 和弦用到这两只手指哈，中指按在第四弦的第二格，食指按在第二弦的第一格。哦，这个就是 F 和弦。今天呢有一个新的和弦要教大家，是一个新朋友，它叫做 D minor 和弦。那这个 D minor 和弦呢，会用到我们的无名指哦。大家记得这是 F 和弦，对不对 ？D minor 和弦呢，怎么按？把你的无名指按在你的中指下面，好，第三弦下面数上来，第三弦的第二格，好，有点哀怨的感觉，好 ，F， D mi， 哦，就差一根手指啊，就是无名指，它压在这个第三弦的第二格，这样就是 D mi 和弦。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鹰爪功好朋友，G 和弦，第一弦第二格，用中指按着第一弦第二格，食指按着第三弦的第二格，无名指按着第二弦第三格。G 和弦是我们很常见的好朋友。好，今天你用到的和弦哦，会用到和弦都在这里面。我们今天来，我们的右手呢，顺势着一小节拨一下，一小节拨4下，一小节拨4下哦，一个和弦我们来拨4下。好，我们来下一点前奏好了。
沙漏从门下。哦，和弦变化好像很复杂，对不对？其实还好，我们慢慢的、耐心来肢解它。杠衬雅琴哈，杠衬雅琴，简单 C 和弦弹4下，杠衬雅琴。好，接下来就有一点变换咯。月光恰，月光斜啊，月光月光恰，然后就有一个 G， 2下 G， 2下 C。月光恰，好，洒落窗门下。这一段呢，我们有 C 和弦到 G 和弦，洒落窗门下。好 ，C， 洒落窗门下。好，下一句呢，上会结伴送夜花，固然盘七架哈。上会结伴，这边很简单，还是 C 和弦。上会结伴，下面就有点变化咯。来到我们刚刚讲的 F 和弦，跟今天的新朋友 D 麦和弦，有点变化哦。看哦，上会结伴 F 上。捏发的时候呢，换成 D 麦，手捏发，哦 ，F 到 D 麦，有点哀怨出来了哦，要孤影，要伴自己，所以这边有点哀怨，好，固然盘起嘎 G 和弦，固然盘起嘎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《望春风》上半段的部分，我们一起来从头把这些和弦组合起来，一起来唱一次。杠衬雅琴夜光恰，洒落窗门下。上会结伴送夜花，固然盘起嘎。哦，也是安尼望春风客家话的版本。今天乌克丽丽的弹唱教室到了尾，安尼下摆掌落了。